點樣做啊？跟住咧打跟頭，係啦，靚pose，頭仔先落地下，係啦，記住咧黐住呢度啊。好，跟住過嚟呢度，點樣做啊？係曲腳仔，曲腳仔，你想邊隻都得，係啊，呢隻啦，係啊，呢隻曲腳仔係嘛？曲腳仔，一手仔伸直，手仔伸直，二曲腳仔，三跳，係，再嚟喎，一、二、三跳，手仔伸直，一、二、三跳，係，手仔伸直啱啦，最後一次自己做咯喎。再嚟一次高啲嘅，後面一，係，好得啦，一靚pose，靚pose，二，勾痕先，二手垂低，曲腳仔，曲腳仔，三跳，係，再嚟一次喎，靚pose，二手垂低，曲腳仔。三跳，係就係平，再嚟咯喎，一靚pose，二手垂低，企穩先，三跳，